珠海第二間盒馬先生正式喺呢個距離關口唔使5分鐘路程嘅江合匯開業啦。今日就帶大家過嚟行下。啱啱開張，人多到爆炸，仲係要獨立分咗條電梯分流先會入到去。但整體排咗5分鐘左右就可以入場啦。一入到去就可以見到佢嘅時令水果、鮮榨果汁、榴蓮啊、西瓜、新鮮蔬菜等等。而行入少少就係佢哋嘅網紅烘焙啦，啲麵包啊、甜品啊都係即日嘅新鮮製作啊。再行入少少就有個現切嘅新鮮牛肉檔口。再行入少少就係見到啲凍肉刺身區啦，睇落都幾靚。然後呢邊就係一般嘅零售區啦，整體就同其他嘅分店差唔多。跟住嚟到主打嘅熟食區啦，而且都係設有一個小小嘅食堂俾大家喺度進食嘅，燒烤啊、生蠔海鮮啊、炸嘢啊、燒味啊、燒豬啊，各種嘅包類啊、麵類啊，都係有好多個選擇嘅。然後盒馬先生梗係少不了佢嘅海鮮區啦，呢度嘅海鮮區都幾大噶，各種鮮活嘅海鮮啊、龍蝦啊、長腳蟹啊、大閘蟹啊、小龍蝦啊、生蠔啊都係有嘅。呢度都可以俾你即時咁樣蒸熟加工嘅。整體嚟講行嘅闊落程度係比萬象匯嘅店大少少嘅，但其他感覺整體就差唔多。當然距離先係佢嘅王牌，依家出關步行5分鐘就可以到達啦，仲近過去拱北市場。咁呢度又會唔會成為大家嘅買餸必經之地呢？